Hello， 大家好，我係張純啊。今日咧帶大家嚟到中山一個傳統富人區博愛七路片區，睇翻呢一個永怡醉豪園啊，中山嘅老牌豪宅。咁之前買咗呢度嘅業主咧，可以話真係蝕到入骨啊！當時高峰期咧買到過200蚊一平方，咁而家最低只需要8888啊，而且係全棟一口價嘅一個特價。咁呢排博愛七路附近呢幾個大樓盤，佢哋嘅打折幅度咧，真係叫做互相傷害啊！今日你劈我一刀，聽日佢劈我一刀。咁首當其衝咧就係迪興實業，佢喺呢個板塊有2個樓盤。之前嘅德寶怡高咧由16000幾至18000幾啦，打折到而家13000幾。另外一個博愛里咧由之前嘅14000幾，打折到11000幾至12000幾嘅，咁優惠幅度都係非常之大啦。但係咧降價力度最高嘅就係我哋今日帶大家睇嘅永怡醉豪園啊，可以話之前唔降價咧，原來係等緊大招嘅 CD 嚇。咁佢呢排放出嘅特價咧，主要係集中喺第3期嘅5棟至10棟呢一啲毛坯嘅單位，可以做到8888，而且係全棟一口價，無論你買邊一個樓層咧，都係呢個價錢。咁嗰邊嘅一個產品咧，可能就偏改善，因為佢最細咧係150平，最大係185平，只有185平係做到4房嘅，其餘嘅單位咧，無論你係150、160咧，佢都係做大3房嘅呢個間隔嘅。咁鑑於咧，我哋節目咧多數都係香港朋友啦，所以咧江仔會更加推薦佢哋3期嘅1至5棟。咁呢一邊咧全部都係大裝修嘅一個現樓單位。呢邊數過去1、2、3、4呢4棟樓咧，而家全部都係落成晒，整緊內部裝修嘅。咁買咗咧就可以即時收樓噶啦。而家嘅特價咧係集中喺3棟同4棟呢一邊最低價錢就係10000幾帶埋裝修嘅。咁對比佢嘅3棟4棟嘅呢一啲特價單位嚟講，我係更加會推薦大家1、2棟呢一邊嘅因為呢2棟咧，無論佢嘅景觀又好，朝向又好，都係更加有優勢嘅。1、2棟嘅價錢咧，同3、4棟佢嘅價差唔會太多都係喺1000幾至2000蚊一平嘅，即係話我哋呢度咧最貴嘅單價係為到12500，最平嘅話咧就11000幾，你就可以買得到。OK， 咁我哋醉豪園咧，作為一個老牌嘅一個豪宅佢一共咧佔地係1000畝地，分咗2個板塊，有我哋傳統嘅高層住宅，仲有好大嘅一個部分咧係早前嘅呢啲別墅群，全部都係獨棟嘅別墅。咁我哋小區嘅配套咧，亦都相對成熟嘅。喺我哋售樓部嗰邊咧，新開業咗一間超級市場，日常嘅生活用品咧都喺嗰度可以買得到。咁3到4樓咧就係一個酒樓啦，咁樓下仲會有一個好大型嘅舞蹈培訓機構而且我哋小區係自帶會所嘅一個小區，我哋會所入邊咧有室外嘅恆溫泳池健身房、瑜伽室、桑拿房等等嘅呢一啲配套，針對我哋永怡醉豪園嘅業主咧，亦都有打折優惠嘅，1800蚊可以買1年送1年。咁呢個樓盤咧降完價之後，我個人認為性價比係非常高嘅。而家就帶大家去睇下佢嘅實體單位。好，我哋而家就上到嚟示範單位喺25樓嘅呢個景觀視野，唔知大家覺得點樣呢？咁我而家所在嘅呢一套單位就係佢呢一棟嘅最細面積段，即係119平方嘅一個3房2衛而家係喺主人房嘅位置。大家見到咧，佢119，但係就做咗3間房，所以佢呢度每一個房間佢嘅空間感咧都係做得非常好嘅。咁出到嚟咧，就係3個房間咧係咁樣一字排開嘅。中間呢間咧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同時佢都係有一個轉角視野嘅，採光又非常光猛，景觀又好。咁嚟到呢邊咧，仲會有間細房嚇。如果大家唔需要用到3間房嘅情況下，呢一間其實做翻一個興趣房、書房，佢嘅空間嚟講咧，係會感覺更加舒服啲嘅。咁出到嚟呢個位就係公共嘅洗手間。今日會帶大家睇3個面積段啦，呢間就係最細嘅119平傳統嘅書廳。呢度係 LDK 嘅設計嘅，即係參合廚3個區域一體化。佢係做咗啲改動打造咗一個開放式廚房。如果正常嘅交樓標準嘅話，其實呢邊係我哋廚房嘅位置過到嚟咧就係我哋嘅餐廳用餐嘅地方。嚟到呢邊咧就係 sofa。咁呢一度咧
一棟呢邊最大嘅一個優勢就係佢嘅景觀同埋朝向嘅。所有嘅單位啊，陣間帶大家睇嘅呢啲單位，全部都係東南朝向。而且望出去咧，就係我哋永怡聚豪園咧早期嘅一啲獨棟嘅別墅群，千間難米東南向啊，何況咧就係一個超級開揚無敵嘅一個三景視野。OK， 咁呢一間咧，大家睇完覺得點樣咧？其實咧，我覺得因為永怡聚豪園啊，佢嘅戶型設計咧都係偏早少少嘅，即係以前嘅傳統設計啊，所以喺實用率上咧，可能係冇而家咁高嘅，咁119平呢一個戶型咧，佢只不過係做咗南向嘅兩開間，如果係我自己揀嘅話咧，我就可能會揀翻一啲大啲嘅戶型嚇，比如話我哋嘅中間面積段130平嘅，我哋而家帶大家去睇下，呢一個83平咧，佢係做咗一個大橫廳啊，大橫廳跟住入戶嘅位置喺度啦。從呢一個門入到嚟咧，係我哋嘅入戶花園，可以做翻一個玄關收納啦，同時屋企嘅一啲雜物都可以擺喺度。出邊咧仲有個可以作為生活陽台嘅位置，擺翻部洗衣機。咁值得一講嘅就係呢個位，大家可以睇到啦，我哋樓上嗰一層咧，佢係冇呢一個陽台嘅，我哋基數層先有嘅。呢度係有基數層同偶數層嘅分別啊，主要區分就係呢個陽台位置咁嘅價錢咧，自然都係有少少出入嘅。大家睇翻自己嘅需求去選擇。130平咧，餐廳、客廳係一體化嘅，咁廚房咧就會喺側邊，即係呢一個位置係我哋嘅廚房，預留咗一個單門雪櫃嘅冰箱預留位。廚房空間都係 OK 嘅，一體化嘅設計，使得我哋成個廳係好大氣嘅。廚房設喺嗰度啊，可以同主陽台係形成對流嘅，所以我哋而家上到嚟啊，大家見到啲窗簾嚇係非常扯風嘅。而家坐喺 sofa 嘅角度咧，望出去係咪好舒服咧？即係每日翻到屋企每日朝頭早起身坐喺呢張 sofa，飲翻杯茶，睇下呢個山景，個人係好放鬆、好寧靜嘅。83平佢嘅房間嘅排布都係做咗3間房嘅。其實而家好多89平方都可以做3間房，但係講真啦，你嗰啲3房同呢啲3房完全就係兩個感受嘅。呢一啲係偏舒適偏改善嘅感覺嘅。佢每間房包括大家見到呢個公共洗手間，空間上係好闊落嘅。嗱，再睇翻呢邊咧，仲有2間房嘅。呢個係作為兒童房啦。咁其實佢係冇擺衣櫃嘅，但係你擺翻部大衣櫃都係冇問題。而且呢度每個房間佢都係落地玻璃窗嘅採光嘅，係唔會有飄窗嗰啲嘢，所以佢嘅利用率又更加多啲，同時進光嘅面積係更加多啲嘅。好，睇翻主人房嚇，主人房係有套房嘅。咁呢一棟呢邊咧，佢係有3部 lift 配置咗4伙嘅單位，仲有一個最大嘅面積段163平方米俾大家睇嘅。咁大家而家見到咧就係2部 lift，有2部 lift 咧有3伙單位一齊用。咁點解話佢有3部 lift 4伙單位咧？咁多出嚟嘅就係俾咗呢個163平方。佢自己係專梯入伙嘅，從呢個門口位入到嚟就係163佢嘅屋內空間。咁佢嘅電梯位會喺呢一度。平時我哋喺1樓嘅位置咧要拍卡先入到呢個電梯間嘅。所以呢一條梯就係專門俾呢一戶去用嘅。咁成個呢個區域咧就係一個入戶花園啦。咁佢嘅163平咧都係做咗傳統嘅一個橫廳設計，參合廚一體化。非常之慳空間，冇任何嘅走廊位，所以佢廚房啦、餐廳、客廳空間揀得好好。咁佢一共咧就會有4間房，而且有2間房係做咗一個套間。第一個房間係喺呢個位置嘅。
咁中間呢度咧係我哋嘅公共洗手間啦。佢嘅企缸位咧，同平常我哋睇開嗰啲係多咗一橛嘅，係嘛？嗱，咁就睇下呢度就係第二間房，做咗兒童房。呢邊入到嚟咧就係我哋嘅兩間套房啦，係啦。咁可以先睇下呢一間廁所嘅位置喺呢度。同樣咧，佢都係做咗一個 L 型嘅一個窗台，採光非常好，好光猛嘅。嗰邊咧仲會有另外一個套間。嗱，呢邊咧就係俾我哋主人休息嘅一個區域。而且呢一間房又好，頭先睇嘅隔離嗰間房又好，佢都係特登將個朝向咧窗口位置係開喺東南向嘅，可以望到一超靚嘅景觀。開篇有同大家講過而家最平一個單價咧就係8888，四條八，而且做緊嘅特價咧都係成棟一口價。咁嗰啲咧就係我哋嘅5棟至10棟，嗰邊咧就係毛坯交樓嘅。咁鑑於我嘅頻道咧多數都係港澳人為主，大家對於裝修咧就唔想太煩惱嘅，咁就可以直接考慮發展商呢幾款，即係帶埋精裝修交付嘅現樓單位。咁如果有啲係想要更加個性化定製自己裝修嘅話咧，就都可以問我攞翻戶型圖，因為嗰邊咧最細咧就都係去到85平方啦，最大咧要去到185平嘅，咁都係3至4房，更加偏改善偏享受嘅嗰啲大面積單位，可能受眾唔會咁多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都可以問我攞翻啲戶型圖去參考下。好啦，咁就今期嘅節目咧到呢一度過嚇。我哋公司最近嘅活動咧都有非常豐富嘅回贈俾到大家嘅。如果大家近排想要睇樓買樓，記得 call 下我上面嗰個電話。我哋下期繼續去睇樓，拜拜。